大家好，今日同大家分享下中山東區有一個盤呢，叫海柏江源城邦。其實佢啱開賣啊，好多人呢，我哋啲同行呢，都係啱去踩盤啊。踩完盤之後呢，我啊去睇佢嘅一個住建嘅一個網站。呢一個盤呢，基本上都係啲限制房產嚟嘅。喺住建嗰度咧，佢有呢一個圖嘅。咁佢已確定嘅就好似落咗定㗎喇，交咗呢個君聯資金嘅。咁未網簽嘅綠色嘅就係最健康嘅，就係冇抵押㗎，就未賣嘅。咁限制房產咧就係紅色嘅嚇，呢個紅色嘅咧限制房產咧就係可能發展商冇錢啦，將啲樓未賣嘅時候咧打入啲錢出嚟啦，或者係欠人哋工程款啦，都有種種嘅一個可能，或者係同人哋打官司啊，人哋查封咗呢個發展商嘅一個房產啦，咁爭人哋貨款或者人工人哋係查封咗佢。咁藍色嘅就係以網簽備案，就係賣咗出去嘅，已經以網簽咗啦，賣咗出去啦。所以咧睇呢個發展商嘅一個情況喺中山住建嗰度已經係透明嘅。咁基本上呢一個樓盤咧，我查咗好多頁基本上都係限制房產嚟嘅。咁可以證明到呢個發展商佢係極度缺乏呢個資金。我相信呢一個樓盤咧後期咧，因為佢依家賣緊係期樓嚟嘅，咁你再到後期咧，我相信佢嘅一個價錢咧仲有調整嘅空間咯。發展商又缺乏呢個資金啦，交樓時間又長啦，屋苑又細啦，係嘛？因為發展商係極度缺乏呢個資金。咁發展商又細喎，你又話期樓喎，我覺得佢依家嘅價錢咧競爭力並唔大，所以我哋買樓依家真係要查好多發展商嘅一個底細。好似雅居樂咁我之前查過雅居樂海洋雲頂，哇！你呢個發展商咁多訴訟係嘛？你肯定同人哋有好多糾紛啊嘛，同人哋有訴訟有官司咧，你爭人哋錢。人哋先起訴你啊嘛，你爭我錢，哇！我追你，你唔還你冇錢還，人哋係一定係俾足時間你。公司個人都係一樣嘅，冇人願意去打官司你打官司又要律師費又要精力又要俾證據啦，又要時間啦。既然去打官司就係冇辦法中嘅辦法，就係傾唔掂兩個人傾唔掂你先去打官司樓盤都係一樣嘅，所以呢個限制房產呢，大家就注意啲咯。限制房產呢，就係證明發展商呢，就係缺乏資金。限制房產呢，都唔一定話呢一個樓盤呢，佢會臨尾會咩，反正可以確定嘅就係發展商極度缺乏資金，係咪？佢手頭上資金唔充裕，因為依家買樓中山一定係冇呢個臨尾樓嘅，一定係可以交到樓嘅，只不過佢缺乏資金嘅情況下，有可能呢以後就冇交樓，係嘛？因為我哋依家交嘅錢定金首期款一定唔可以交入呢個發展商私賬佢嘅一個普通賬戶，我哋一定要交俾好似呢個網站啦，中山住建網站你一座嘅一個根本戶口係邊一個，咁二座係邊一個都唔同嘅都唔同嘅，有可能都唔同銀行或者唔同戶口。呢一個戶口咧係保障我哋購房者利益嘅一個唯一一個標示任何人都唔好信。咁點解之前恒大咧佢可以走佬嘅着草咧？就係佢用呢個折扣咧，例如話你一次性付款，你嘅一個買樓嘅資金咧，打到我普通嘅戶口，然之後咧，我俾多10個折扣俾你。但係你如果正常俾到嗰個金管戶口咧，你就只有9折。你打到嗰個我嘅一個普通戶口咧，就打個8折俾你，或者打個6折俾你。咁佢又攞啲錢走啦，你對你購房者冇保障啦。大概就係呢個情況。呢一個樓盤咧，好多限制嘅房產。咁紅色嘅咧就係有查封啦，有可能有查封啦，有可能有抵押啦，都有可能有開發派。
就係證明呢個發展商佢係極度缺乏資金。咁買呢啲樓咧，再講一次就係後期價錢再調整嘅空間好大。